港島線開通，交通方便咗，返工返學嘅居民最開心，同時又帶嚟更多人流。但係做生意嘅商鋪係咪咁樂觀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用咗5年興建嘅港鐵西港島線通車，香港大學同埋堅尼地城站嘅載客量每日維持喺大約10萬人次喎。係咁，住喺呢一區嘅學生市民出外乘車啦，就多咗個選擇啦。咁但係其他交通工具難免就會受到影響，例如到銅鑼灣、筲箕灣同埋觀塘嘅小巴線，咁生意咧就大跌咗3-4成，反而到南區嘅小巴乘客量就增加咗。西港島線通車2個禮拜，學校喺長假期之後陸續復課。8分鐘到啦，好快，快咗10零分鐘咯，因為你要等車又要乘啊嘛，呢個就時間就超保證啦。亦都有學生話要睇情況，睇時間咯，如果因為要轉車都係。返工嘅又係點啦？黃小姐住喺西環，喺銅鑼灣返工，未有港鐵之前一直都係搭巴士，咁返工最少要大半個鐘，咁而家搭港鐵唔使半個鐘就到。佢話朝頭早可以瞓多一陣。因為之前返工等巴士，其實嗰個鐘數等巴士嘅人太多，同埋次次等到都 full 晒咯，最起碼等成2-3班先有得上車。咁但係而家有咗地鐵之後，其實都慳咗成15至20分鐘咯。港島線通車之後，市民選擇多咗，咁但係有人歡喜有人愁，好似區內多條小巴線嘅生意就大受影響。由西環落銅鑼灣、西灣河嘅小巴線影響就最大，近排都係車等人比較多。呢一架由西環去觀塘嘅小巴生意就大跌4成，客量少咗成起碼4成啦，一間唔見咗成起碼4嚿水，差唔多3-4嚿水一間。有啲直情係有啲直情係冇客添啊！有啲線啊。而家一程小巴16蚊，咁但係喺堅尼地城站搭港鐵去觀塘只係13個2。咁但係司機話暫時唔會因為客量減少而削減班次，亦都冇減價嘅空間。因為我哋過海西隧線隧道費65蚊啦。咁如果係得個10個8個去嘅，我哋真係圍唔到嗰個皮費㗎，即係大家盡量配合呢時間啲客。不過由呢一度轉車上半山或者入南區嘅乘客就有增無減。咁早前運輸署喺堅尼地城站旁邊為南區專線小巴設置新總站。呢2條分別前往瑪麗醫院同埋貝沙灣嘅小巴線總站就移到去港鐵站旁邊。經營小巴分線負責人鄭先生話：因應人嘅流量，公司已經增加2部小巴。因為依邊好多返工返學都係南區啊，香港仔隧道都非常之擠塞，等車時間都頗長。咁佢哋喺東區過嚟都係3至4個字左右，再喺度轉入南區都係10零分鐘，所以可能呢段時間會多咗啲客人試搭下睇下邊一邊方便咯。因為居民乘車習慣嘅改變，咁雖然早前運輸署同埋巴士公司一直有討論中西區巴士路線重組嘅問題，咁但係有議員認為應該先等西營盤站開通之後，全面收集好數據，先至再商討重組方案。咁但係最特別嘅咧，就係想提一提半山嘅線啦，因為咧其實香港大學站咧，其實就呢度有一個電梯可以好快速咁上到去港大般咸道一帶啦。咁但係其實咧堅道啊甚至乎近中環嗰邊嘅半山東嗰邊咧，其實係唔受惠於呢個港鐵通車，因為佢哋都係搭翻去中環站。咁但係咧，我哋收到嘅信息就係話半山好多巴士要 cut。佢又擔心屆時巴士公司會因為港鐵通車以路線重組為藉口，縮減一啲本身盈利一般嘅巴士線。近幾年已經有唔少嘅投資者喺區內投資地鋪物業收租，尤其係一線街道，近年不斷加租，租金普遍都以倍數咁樣增加喎。係啊，一線街鋪嘅租金早已經翻咗番㗎啦。有小店嘅租戶就話，因為負擔唔到而要結業。咁又話唔少嘅業主仍然係心紅㗎，更加話該區將來會旺過旺角。
咁但係有地產代理就話，通車咗之後，一啲人流比較少嘅2、3線街鋪租金更加係出現下跌。西港島線通車之後，市場憧憬會帶動區內人流，更加有地鋪業主大幅加租，小商戶被逼結業，亦都有鋪頭生意做唔停。好似呢一間茶餐廳喺區內經營超過30年，老闆話通車之後第一個禮拜多咗好多外區人慕名嚟幫襯，門外一度出現人龍。28號開始正式通車，28號至1月4號呢，啱係學校假期，嗰嘅啲生意額呢做到我哋真係唞唔到氣，可以叫做我哋估計唔到，亦都未試過人流管制，嗰陣時就開始人流管制。我哋試過係東門有啲貨就一早賣晒，4點鐘我哋收工開始收工。平時我哋收6點半㗎。但係假期一過，人流就即刻唔見晒。老闆話：舊年同業主簽咗新約，暫時冇話要加租，但係佢覺得通車之後生意長遠唔會增加好多，反而擔心呢啲舊樓會被收購。我覺得呢個情況係好唔尋常，好唔正常。咁喺5號假期後之後呢，我哋個生意額咧下晝朝頭早都係維持翻以前咁嘅生意額，下晝咧就比較係正常啲啦，係高出10%至15%度嘅生意。唔知係咪真正係多咗人流，大家都未知道。喺同一條街行過幾個鋪位，呢一間沖曬店就即將結業。呢個唔用得㗎啦，呢個過唔到店。租戶陳先生話：早前收到屋宇署通知，要求清拆地鋪樓上嘅閣樓。佢哋而家一家3口都住喺上面，再加上嚟緊一定會加租，佢都被逼要搬走。因為又清拆閣仔啦，又 OK， 我又應承咗話 OK 冇問題啦。之後咧佢都會加租，咁變咗一來我冇得住，又要攞一筆開支大咗啦嘛，係咪？我譬如前佢後煲，我咪慳翻啲租金嘅。我依度咧而家原租係4萬零蚊，得差唔多5萬，個業主一定要過5萬㗎啦，過5萬幾都未傾。不過咧我都負擔唔起啦已經。陳先生話會喺區內物色其他鋪位，不過最近租金升咗唔少，要揾翻一個同而家鋪位面積同埋人流相約嘅街鋪唔係咁容易，而且佢覺得而家附近嘅行人反而少咗。後邊街嘅鋪租差唔多冇我呢度咁平，如果揾翻咁大 size 啊，仲貴過個地點咧，仲冇咁旺。咁而家地鐵開咗咧，呢條街都比較靜咗少少噶啦，因為啲街坊咧轉咗係用地鐵咧，變咗啲巴士咧，佢對面有總站㗎嘛，有落車好多人落完車走咗嚟幫襯，而家都比較少咗啦。唔少業主仍然睇好區內地鋪租金前景，大膽加租。好似呢一條街嘅呢個鋪位，之前租緊幾萬蚊，而家加到9萬蚊，啱啱俾一個飲食集團承租。地產代理解釋呢一個係個別例子，佢話唔少業主對鋪租嘅期望同現實仍然有落差。由於區內以民生消費鋪好似食肆咁為主，承租嘅能力唔會好強。因為過去幾年炒概念嘅時候嚟講，個升咗已經係好多嘅啦，已經。譬如好似我哋有啲發覺，一般如果真係續租嘅話咧，而出口附近嗰啲，可能講緊係升2成3成到已經差唔多。其實一般民生消費嘅消費力咧就唔會好強嘅，所以你見到租金升幅咧唔會好大啦。我覺得如果真係有一個好大幅嘅升幅嘅話咧，真係可能要等遲啲西環變咗天之後啦。你見到喺未來西環有好多新嘅發展項目啦，包括好多啲大嘅發展商啊，譬如太古啊、新鴻基啊，都喺未來都有啲新嘅發展咯。咁可能會帶嚟一啲新一啲比較啲高檔啲嘅消費族群啦，或者嘅消費嗰個能力嚟講強咗嘅話咧，咁個鋪位個價錢先有望再上一層樓咯。喺區內仍然見到好多吉鋪招租嘅情況，好似短短嘅一條厚和街，大約40個鋪位，吉鋪就多達10個。而家區裏邊啦，舊樓仍然有唔少㗎，主要都係以民生鋪為主。而最近啦就有多個新盤陸續推售，可能啦仍然要等4-5年之後，成個區先會睇到比較大嘅變化。將來南港島線通車，將港島成個網絡連接起嚟，到時啦可能又有另一番嘅景象啦。今集時事多面睇先講到喺呢一度，下一集再見。